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知影讲歌册7字4句的四句联，永早记载真侪社会变迁的过程，历史地理种种学问真深。国情就是去并着1956年一本宝岛新台湾歌，内底记载真侪日本时代的建设。来，我就你研究一下。四句联讲：初时电力熄火车，大路通好驶汽车，整顿机器客甘蔗。台湾文化有够热，社会文明逐项好，出门大路平坡坡，百姓舒爽食水道，担水趁钱担拢无。这1956年的四句联哦，就是咧表示讲社会确实有建设。初时电力熄火车无毋对，过来整顿机器客甘蔗，过来讲出门大路平坡坡，点仔卡慢慢伫咧空。有时连山内嘛空入去，但即马选举的人，敢毋是大家拢讲点仔卡空甲恁兜的银钱卡？当然即马大家百姓着舒爽生活着拢食水稻啊，担水趁钱担拢无。原来较早有老辈咧讲，着爱对山内担水出来，互迄落较艰难的人，较无才调食水的人，看舀一桶水偌济钱。永早竟然有即个情形。过来毋是干那讲有熄火车尔，连农村连建造都有进步。啥物人来开大船？四句联嘛有写，讲后来嘉南开大船，农村生产有平分，山林忽的风开垦，铁路入要透乡村，生产南部2分2，风暴旷野变田园，火车明日行无长，南阳3关小七村，对。真正有影，然后水通好阴田灌溉，毋则农村生产会进步。阁毋若安尼，连山林嘛好解风开垦啦。当然交通介要紧，所以铁路伫咧西部入要透乡村。若东部咧，东部南阳3关小七村，表示讲连东部嘛咧进步。朋友，这毋是今仔日才记载，这是1956年。宝岛新台湾歌这本歌册四句联内底所写的，咱真欢喜讲台湾阁经过一架子，嘛是愈来愈进步，愈来愈发展。所以读这个四句联，咱读到会理解较早的人所行过来辛苦的路。